雪红甲文英，为着你一个人，互相惨杀死，你为什么唔主动呢？小燕，我唔是唔主动，而我是无法度去阻止因。你是当当的男子汉，你既然佮爱文英，你应该全心全意去爱，不应该互伊佮雪红斗阵。因两个人为着钱利互相来惨杀死。这个悲剧，完全是你一个人一手造成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本娘的做务实在太可了，伊曾经比尤辉用来甲伊侮辱，伊既非清白之心，所以伊才会唔敢来接受我的爱，一直唔敢跟你相认。伊饮药头生，在对万花路过着凄厉的生活。伊的希望也是为要来找到伊老母的骨灰，使你尤辉用为伊报仇。你如今为我而死，前着我也有答应过伊，要为伊找老母的骨灰，甲报完仇。这两件代志。我应该爱来去做，因为就伊文娘在天之灵，两位结拜兄弟，到底来去，好，行。文超，弟兄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去万花楼，找伊辉用，弟兄。
话。德清，你今日是要来送死的？